综合报道。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，中科院开发超过240套的模拟系统突破当地限制，提供训练。外界嘛正好奇讲，敢有开发各座畅水蓝的训练模拟器？中科院是强调讲，在技术上绝对是无问题。飞机里分包架设的模拟器，高速式甲真的同款，透过设定训练的场景，模拟形势各种的地形，一个炮台设计模拟器，让官兵伫咧实弹射击进前，先了解武器的操作。中科院投入模拟器研发，已经开发出陆海空三军后备军机等超过240套的模拟系统，减少油弹的消耗、装备的耗损、降低危险的风险，也突破场地限制。中科院伫咧3日宣布，今年按算要完成核心化战场导弹系统加战术战伤模拟系统。我们希望能够从现在提供的战技战斗训练，向上提升到战术层级的训练。那目标包括整合了异地异质的模拟系统，透过联网的整合，建构一个虚拟战场，提供多兵科的协同训练。中科院讲，拥经高教机的模拟系统，这么落日飞行员、维修人员的训练，是现阶段上完整的模拟系统。国家也关心兼顾各座是不是来建立模拟器。经我们评估，在技术上是可行的。未来我们会结合军种实际上的运用需求，完成建案程序后，本院非常乐意承担这个任务。针对汉光演习兵推结束，国防部证实，美国方面有编组派人全程观摩，对各军的计划决策、指挥管制，拢互咱分析加建议。台美共同观察之后，也都认为在防卫军在联战任务行动要项，还有年度的一个训练目标，在这一次演训之中，我们都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任务。另外，香港2大安全对话论坛这礼拜伫新加坡开始进行。中国拒绝美国方面所提出的中美国防部长会晤，但国防部回应，透过对话临时威胁来解决问题是民主国家的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。